做这种程序员，其实主要是熬夜你作息不规律，用脑太多，可能掉头发的概率会更大一点所以说有一些读到博士的发育量确实是在逐渐升高的。坦克开起来更加费力吧，毕竟数十吨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最大的感受就是费力。当时很多女生可能都会体验到挂不上档的绝望吧。就算是我们可能在挂档的时候，因为齿轮的打齿现象，全身都在跟着齿轮一起颤抖。我接触机器人比较早，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吧，当时出去旅游，在北京的科技馆里面，当时去到他们的那个机器人工作室，正好晚上5点，他们那关门的，那么我就非常不甘心，我就找了自己这个家乡的，好像是这个科技馆，到他们里去参观，然后发现说这机器人挺有意思，之后就一直学。其实我自己的话，不是特别喜欢电竞专业这个名字。电竞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在玩游戏，在不务正业。无论是从课程还是我们自己的专业方向，我们都更倾向于做一些电竞赛事的运营和游戏方面的一些策划，跟自己玩游戏其实关系并没有很大。